气的老铁桶经过叶步云改造，成了可烧茶水、冬天还能送暖的壁炉。我做的东西都是实用性的东西，像这吧台也实用，那个壁炉也是实用，还可以烤馒头，这边弄烤烤香肠、烤地瓜都可以。17岁跟着父亲学木工，做家具难不倒叶步云。他特别喜欢在使用中留取岁月的痕迹。这是木头，它有岁月，经过岁月的侵蚀，蚂蚁的侵蚀，整理过后的肌理，它的变化，跟这个铁一样的。 铁跟木头结合也是很棒的一件作品。那加一点点创意，就有型就怎么样？我加一点创意就有新生命。几道线条让硬邦邦的铁成了童趣的布置，创作无师自通。叶步云认为，艺术可以在生活处处展现。废铁废铜在失去使用价值之后，还能再利用。 第一个作品以外星人 ET 为发想，人物、抽象、几何图形，经过锻炼、焊接等手法，保留了废铁的质朴，也传达对周遭人事物的触动。像这个就传达他的亲情，你一看就是他的一个头部，拇指啊，整个亲情连贯性的一个亲情的表现。叶步云自认他的作品有些古怪，有些出其不意，但都融入自己的思想。它两边的是。 就大树一样，这个中间这部分是地球，这是轨道。环保的概念，再生利用的实践，透过作品让人细细品味。叶步云持续专注地在抽象与具象之间，在动与静之间展现他的内涵。没有受过正规的艺术训练，但是自然散发创作精神。素人艺术家叶步云让废铁重生，展现独特的生命力。大家一直的创意，超有型嘅成样。大家一直的创意，超有型嘅成样。